如果你每一年都係見到人哋 Q1 爆單先至開始揾產品，咁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到最後，因為一眨眼2026就要入第一季啦。Q1 唔係試水溫，Q1係歐美網購一年入面最快出單、最快成交嘅關鍵季度。好多人以為歐美網購最重要一定係 Q4，因為 Black Friday 聖誕節睇落去流量最大。但其實 Q1 嘅消費者唔係喺度行街，而係喺度揾理由買嘢。情人節就係一個好清楚嘅送禮理由，你唔需要說服佢要唔要買，你只需要令佢覺得呢樣嘢送出去好啱，好得體。聖派翠克節都一樣，大家唔係比價錢，而係比有冇氣氛，好唔好玩。只要你嘅產品有節慶感，落單嘅決定會快好多。好多人做唔起品牌，唔係因為產品唔得，而係內容方向一開始就錯咗。當你先搞清楚觀眾真正需要乜，再去做內容佈局，受眾先會覺得呢個唔似廣告，而係啱啱我需要。真正賺到錢嘅網店，唔係賣最多產品，而係識得用節慶將流量變成交易，內容成節日成選品。只要呢三樣對齊，Q1就有機會跑出你嘅第一波成績。如果你想知道2026 Q1 真正適合新手同小資嘅節慶爆品，內容要點樣排先唔會得觀看冇訂單，點樣提前佈局而唔係追住熱度跑，即刻登記